專家話，含有足夠氯氣嘅水應該足以殺死窯蚊。事件反映泳池水氯氣量未足夠，再加上今年8月特別炎熱同埋多雨水，令到泳池設施加速老化，都可以令到大量嘅紅腫出現。陳海欣報道。生態學專家杜德進表示，由紅腫蛻變出嚟嘅窯蚊係一隻昆蟲，並唔係蚊，只係中文譯名同蚊相似。佢唔會叮人，喺本港多處地方都可以揾到，但只要喺水中有足夠嘅氯氣，呢一種昆蟲絕對唔會出現。Larvae can survive in almost any type of fresh water, whether it's running like a stream or whether it's still like a pond or a reservoir. So almost any sort of conditions where the water is not chemically treated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m to live. 有15年泳池設計同保養經驗嘅凌天籟就指，天氣熱再加上設計有問題，就製造咗有利嘅環境，令到窯蚊大量繁殖。嗰笪高咗嘅地方係有機會就係嗰啲水咧，就個消毒能力咧係已經係冇咗啦，或者俾啲雨水沖淡咗啦。佢唔會因為個天氣嘅惡劣啊，或者日曬雨淋啊，或者個溫度嘅差別好大，係令到嗰啲草皮嘅惡化程度係快咗，而快咗之後咧就係形成一個比較好嘅溫床，係俾一啲蚊蟲滋生咧，咁亦都係有一個可能嘅。而根據天文台嘅記錄，過去3年，今年嘅8月降雨量係最高，而發出嘅酷熱天氣警告次數亦都係最多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海欣報道。